黑貢魚最佳唬爛獎，每種的一天天愛爸爸。我發音天慢了。免愛。因同樣廣認盤，最後不是講一句。唔是 sale， 唔是 sale 啦。唔係講有韓國 Pro 嘅方案，這種投資哦，加心了迄個，會當唔起嘅。但係做嘅模上喺哪裡？明明過多種年很辛苦。沒事啦，哦。其實，喺電影人大家心肚裡，如有講唔出的苦。你來看出好無？阿婆唔知喊做地同做盤嘅叫。阿婆冇講亞對啊，唔會是半年啊。來年咯，大病一生年，就會味道愈卡呢。雖然語言不實講，唔是 sale，不過真嘅唔是小下。